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2，以赛亞書30章15節安尼講：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捌安尼講，恁會得到救，在佇活倒轉甲安息，恁得到快樂，在佇平靜甲信靠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活轉安息，平靜信靠，來得到救甲快樂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對阮未受造就知影阮，對阮未出世就揀選阮，對阮未出母胎就定着阮的一生道路，會創造生命主宰。主啊！你深知阮的一切所想、所行、所做，也顧念阮的卑微，無看阮做微細，顛倒看阮做寶貝。主啊！阮來到你的面前，將心中的不安甲憂慮交託你。主啊，你是使人平安的上帝，是風雲中掌管的主。主啊！求你，互阮全然倚靠你，因為你有安尼應允講，恁會得到救，在佇活倒轉甲安息，恁得到快樂，在佇平靜甲信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